45號安莎以及99號鄭利森。後備球員包括13號陳冠生、11號文榮生、18號劉彥邦、27號林樂28號黃曉陽、29號高迪斯、30號周陽京、44號馮冠明以及79號周德軒。今場執法嘅主裁員係陸建新，而喺助理裁判員分別係盧家輝以及周贊新。盧家輝、周贊新，很幸福。跟場沒有 VR。各位朋友，我哋而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雙方球會進場。東方主隊巴薩羅就荷爾大久保休菲利普薩銀牌4強翻版羅君正梁振邦、姚浩明、丹尼爾、梁冠聰、商業復出、馬高斯、高銘豪、高進、廖富源、洛迪古斯、黃子豪、林顯慶、張廣賢、楊東琪、柏拔、黃飛揚、張文豪、基華里頓。東方12人，余正邦，開波先，佢劉子樂開波，哈哈哈。